台南地检署检察官蔡博达17日伫市府分享毒品侦办的实务经验，特别指出目前时常看到毒品透过无同的包装，吸引少年人误入歧途。尤其现在正是暑假期间，市府特别结合相关单位做伙宣导，让少年人远离毒品的侵害。我们在暑假的时候，不管从国小或国中，大家不要以为国小就不用使用，现在毒品的使用年龄也一直在下降。所以我们特别的拜托我们卫生机关、社会机关、社会局，还有这个教育局，能够在学生能够防止使用毒品或者管制药品这个部分要特别的努力。希望在台南能够让毒品的使用能够越来越减少。画面上的点心甲咖啡包，其实拢是曾经被查获过伪装成为食物的毒品包装。台南市卫生局长李翠凤表示，希望透过宣导活动，让市民大众认识毒品、拒绝毒品。我们在现场有非常多新兴毒品的一个展示。那其实，在这个联合国的这个相关的一个组织单位呢，他们的调查也发现，现在新兴的这个毒品一直是一个蛮大的问题哈。全世界现在大概有1200多种的这个新兴毒品。那其中在我们台湾的话，我们其实自己也发现有192种哈。那其中呢，其实像这种喵喵啊哈，这些 K 他命啊，那这些都是对这个年轻人来讲，他可能会做成我们一般像咖啡包或是像糖果包，所以会造成他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呢去接触到这个毒品。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记者会，那能够透过媒体的一个宣导，让我们的青年朋友能够知道这些毒品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包装跟形式，好，那避免他们受到这些诱惑。那另外我们其实呢预防还是最重要的一关哈。所以在这个认识毒品上，我们今天透过不管是在教育局的这个合作哈，或是校外会，或是我们跟社会局，那所以今天我想大家在现场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相关的单位，那也包括了这个我们的嘉南疗养院，好，那这些都是跟毒品，一旦我们希望从前面的预防，到你万一真的是使用了毒品之后的戒毒，我们希望透过今天这个记者会一起来呼吁，最重要的还是青少年认识毒品，拒绝毒品。台南市毒品危害防治中心也以行动触媒的方式扩大宣传，让市民朋友了解正确反毒知识和咨询管道。另外，若有发现亲友毒品相关问题，嘛会当拨卡毒品危害防治中心专线0800770885来咨询。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